鄭安庭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同事，我都跟進翻呢。咁其實係因為社會上真係發生咗好多個案，係公天問題、巴士問題啊，港澳碼頭問題啊，咁令到好多市民都覺得，咦，政府好似站喺一個好被動嘅角色，特別黃的問題啊咁。政府係行政主導嘅時候，應該係以後再會扮演咩角色呢？呢個係我哋市民最關心嘅，唔係發生咗事情嘅時候，我哋政府哎呀點去，又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仲有一個就係到2015年賭牌問題嘅時候呢，又要去重新檢討啊，重新去批給啊。咁政府亦希望有一套完整嘅前瞻性嘅方案，做好政府主導嘅角色。咁喺呢方面呢，亦要係咪社會嘅好多聲音就係喺博彩業方面係要令到我哋嘅市民點樣向上流動嘅機會啊？點樣增加福利啊？點樣喺呢個經濟發展嘅過程中可以得到更多嘅福利同埋更多嘅發展機會啊？多謝。